你老多备哦，你老多备哦，我这里多备多备了。现在啊，这个苗活得了我得10都得130，苗不多备吧？你老多备吧？不3倍嘛，不3倍嘛，这我得弄来变倍嘛。要不啊，哎老你们老板呢？了他吧哦。这谁了？好了 ，OK， 哪里不接吧？钱拿来。阿弥陀佛了，哪里老要喏？阿弥陀佛了。呀。我操心嘛，操心嘛，你这个要。我一个收翡翠的人，他来卖给我地皮和。好了，奥马精细的。他说那个地皮下面都有死角，这边很多破漆旁边的寨子这边下面都是有死角的。到时候公司来挖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让你让开，然后给你多少这样的啊。不知道嘞。我要7刀呢。7啊，8000。要不起。把他们修呗。说电信的。我说我没钱，他说可以谈的，价格可以谈的。我交给委了，没怪么那么内部，我不懂这些地皮这个事情。廖子。老板对下机，隆的。那你抱不？他嫌弃我了，人家都喜欢我的口水，要买我口水呢，怎么样让我吃腿家人？小明，我说真的，你们就喜欢我口水，还要把我口水拿去收藏呢？变态！这个种倒是可以啊，就是太小了，那荧光倒是有啊，还是有点灰，而且个头又小了。那的钱哦。那不行，下来。他要去找另一半了。哦，你妈！大苗下找这种，害羞吧？谢了吧？我都不嫌弃你牙齿红红的，你还嫌弃我来了？怎么都是烂的呀？对，闹的钱我。闹的钱我。闹的就现在选。下来了，他的另一半是吹哈。这个逗他了。在跨区最开心也就是这种了啊，他们朋友这些全部都是好兄弟啊，开玩笑来开玩笑。这个倒比刚刚那个更好，这个底子不灰，这个你看这个，弄个小那种平安扣啊，你看它个头还是可以的。那这边种更好，弄平安扣。不弄。不弄嘞。啊，伢的么？我知道，我下了没有？俺这边来着。俺等100，只要50，得3把都没有嘞。把都得3没有啊嘞，俺等呗。俺这边有吗？为什么不要100就要50？得3倍钱嘞，得3。要不？俺这边。还有这种好事情啊，妹，兄弟，你是真朋友，等个钱了，等个钱生活过。呀，地多了心，闹得了话，选得了加倍。选得了加倍。OK，俺等，妈来穿。你穿不嘛？俺等别呗。帮忙来穿了几把欧嘞？没起不？没对不？你把它起吧，看不到，点。看呀。还可以啊。还可以啊，吹倒是吹了，总差一丢丢啊。难弄嘛，打弄了是吧？打弄差了吧？现在啦。是不？闹话辣家面喏，我没被水白的喏，闹的牙龈辣家面喏。没皮水皮不了嘞。等一下，不老表俺们了。俺谁了？我牛没了，我不了嘞。溜了。说你说我的妹子滑了一下了。不了嘞。俺谁等吧，食素。要不你那本差的。你老多备哦。你老多备哦。现在80。现在。啊，这个苗不。活得了我得10都得130。要你老多备吧？不3倍嘛。
这我的龙来变杯吗？要不啊，俺老没老板呢，老怕包。这谁了？好了，OK OK 接吧。 OK，钱拿来。奥米巴谁了？脑里老要喏。奥米巴谁了？呀！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好的谁？好的。来，嗯，咱们的位。不用数了，1、2、3、4。别比了。奥米巴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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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溜了。没丢哪不买，我不